各位 DSE 同學，今年係教大正名10週年。呢10年間，教大已經由一所師範學院蛻變為一所多元專業、年輕而有活力嘅大學。教大嘅學習版圖正係不斷咁拓展。除咗我哋嘅大埔校園之外，我哋嘅新教學大樓已經正式啟用，更加有位於西九文化區、北角同埋將軍澳嘅4個教育中心，以及深圳研究院及深圳教育發展中心。我哋用心打造呢啲空間，都係希望營造一種自在開放嘅研究氛圍，令大家能夠以志同道合嘅同學，我哋嘅夥伴並肩，喺和諧嘅氣氛裏邊共同學習同埋探索知識。喺專業知識以外，我哋亦都全力裝備同學應付未來嘅多元技能 （Future Ready Skills），以推動全人發展。教大目前開設大約30個學士學位同埋高級文憑課程，涵蓋教育、人文、社會科學、創意藝術等多個範疇。我哋仲加入咗人工智能素養、數碼能力等跨學科嘅新科目，俾同學及早掌握未來社會需要嘅知識同埋技能嘅。為鼓勵同學追求卓越，教大成立咗教大榮譽學院，為優秀嘅同學提高高達24萬蚊嘅獎學金，同時亦都安排我哋專業嘅導師提供專屬嘅研究培訓，以及提供海外交流同埋實習嘅機會，幫助大家擴闊視野、發揮潛能。無論你哋嘅興趣範疇係乜嘢，只要抱有熱誠，相信一定可以揾到適合自己嘅發展方向。我好期待喺教大嘅校園見到充滿活力同埋好奇心嘅你哋。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歡迎大家考慮同埋選擇教大，發掘潛能，成就一個更加全面、更加理想嘅自己。教大見。